大家好，欢迎收看《爱用台语》，我是爱用。今仔日足欢喜来到台南的美术馆，甲潘馆长开讲一下，讲这个台南的美术馆有啥物特色特殊潘馆长欢迎。阿勇你好。你好。你要来以前，我其实有压力啦。我会感觉讲啊那迄个你拍倒咧，我这个台湾人就足凄惨的啊。无啥物压力啊。阮的观众朋友拢足好心的，知影阮咧学台语啦。是无？咱遮台南市美术馆是顶年啊1月27日开幕。其实咱进伫台湾有几个美术馆，拢是顶世纪起的。咱台南市美术馆是本世纪第一间开的美术馆。所以是上新的嘛，内底物件嘛较新的。应该是讲咱即个美术馆的建筑，应该是全台湾进上新的美术馆。这新毋是讲建筑物新。理念嘛新，办展览的方法嘛新，啥物话拢新。那就真正是迄种，因为阮拄则有留下去参观一寡的展览，真趣味、真新式的迄个，要安怎讲 modern art 迄种感觉嘛，对无？当代艺术安尼，当代艺术，真趣味。所以遮即个即个建筑物那就有2馆嘛，对无？是一馆甲2馆。对。因为建筑物那就无啥共嘛吼，即个较新的。即个较新。咱1馆是1931年吼。什么年？所以是日本时代。日本时代的州警察局啦。但是即个建筑物的后壁，佫有一个新洞的所在。一个所以新坎区做伙，新区有一种对话。大家拢知影台南市美术馆的1馆是咱的台湾的第一名模林志玲结婚的所在。恁若较慢结婚的有哪会当来遮办？是这趣味。所以迄是古早的警察馆即栋呢？即栋是顶年起完成的。OK。其实咱即个美术馆的设计师是日本的坂茂。这个发音的应该坂石给路。那坂石给路。坂先生呢，去这间美术馆，迄年伊拄得到世界的建筑的普利兹特奖。所以咱这个台南市美术馆是第一座普利兹克奖得主所起的美术馆。真厉害。那足水的这个建筑物为外口看伊的形足侪形安尼。对。所以这个美术馆，头咧讲新应该是讲理念改新啦。原本咱咧感觉讲来美术馆是要看展览其实咱这间美术馆是互你入来生活的。入来有生活品味。伫遮无一定是看图，你会当食饭、啉咖啡。我有看到一般的这种美术馆，较无迄个咖啡厅，还是餐厅伫美术馆内底嘛，拢是外口。对。咱的美术馆呢，有餐厅，有咖啡厅，佫有即个纪念品的在卖所在。咱嘛是有停车场，咱嘛有剧场，嘛会当听音乐会。所以这种的方式应该是咱21世纪的美术馆的新的理念啦。你佫讲有即个古早甲新的理念放做伙嘛？迄个建筑物嘛有看到。对。迄个展览嘛有看到，因为楼骹1楼，阮遮是3楼嘛，1楼遐有即个钟表展览，嘛看到足现代钟表的一寡艺术品嘛，真趣味啦！我毋捌看安尼艺术品啦。是安尼，咱台南市应该是众神的都市啦，足侪移民到咱台湾的神拢住伫咱台南。对台南了才搬去别位咧住。所以这是因的老厝啊嘛。因的老厝啦。所以咱这个台南市呢，去这个美术馆的原因，当然台南市是台湾的第一个都市啦。
啊嘛是众神的都市。啊，所以宫庙文化堪咱台南市是足海的一个题材。那一般的美术馆是袂甲宫庙搬来美术馆现代美术馆伫遐展，但是真的艺术家足侪伫用宫庙的文化来创造新的题材做艺术作品。所以咱伫咧宫庙的展览内底看到足传统的宫庙的技术，这个技术只拢保留伫咱台南。啊，同时咱会看到足新用宫庙的理念来创造的新的艺术作品。阮拄则有一位算是导游嘛，因甲阮介绍讲有一寡人讲遮个宫庙的产品无应该摕来做艺术产品、艺术品安尼。恁的看法是安怎？其实吼，咱现代美术馆落成以前。开幕以前，伫顶世纪以前，咱真正的美术馆是伫宫庙。你去宫庙，你会当看到宫庙的雕刻，看到宫庙的刺绣，啊，看到即个宫庙的建筑物展览。啊，除了以外，你也嘛会当听到宫庙头前有一个戏台伫遐咧演戏。其实，咱台湾的民间。在现代美术馆还未开幕以前，宫庙就是咱的民间美术馆、生活的美术馆。真合理，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讲，宫庙其实本身就是美术馆的一款嘛。伊是一种历史发展以后，大家拢讲伊毋是美术馆，其实伫永拜就是现代生活的美术馆。啊，咱正家专门起一个美术馆，互人入来，这是。现代较现代，啊，但是时代咧变啦，啊，以前咱嘛袂讲伫咧美术馆内底一定有物件人食，啊，拢凊彩一个所在伫食尔。但是咱的美术馆有上好的餐厅，啊，佮有上好的咖啡厅，啊，这就是时代咧变。我未去啉，未去食，等下去啉去食。好，等下我请你来啉一个。啊，所以拄则讲到迄个宫庙啊。除了即个展览以外，佮有过去也是即马，若参观者来会看到什么较趣味的？你若是要了解咱台湾的美术吼，应该是要来台南市美术馆。所以咱馆内有长期有咧展示咱对咱台湾较有贡献，对咱台湾较有贡献的艺术家的作品，拢会伫遮展出。啊，除了以外，咱其实对足现代的。展览拢有，譬如讲林佩纯迄种夏娃克隆、人复制人，迄种题材，咱美术馆嘛有是咧展，迄种新的理念。啊，除了以外，每年咱台南市美术馆含法国伫遮要展览是亚洲的鬼堪地狱，什么意思 ？Ghost and Hell， 啊，这其实。这种题材搬入来现代美术馆应该是第一摆，啊，咱每年嘛是含加拿大要展加拿大原住民含咱台湾原住民的展览，啊，佮会展出一本的新的工艺的展览，啊，所以伫美术馆，咱拢会想讲美术馆应该做啥？啊，其实美术馆应该想讲咱啥话还未做着。毋是讲咱要做永摆做过的代志，咱应该想讲，咱啥话阁还未做过。做较新的嘛。所以咱人还未看到。对，咱有迄种人还未看到的题材，啊，同时咱嘛是有较传统的。所以这种新含句拢是咱美术馆伫做的，这种新句对话啦，啊，传统甲现代安尼拢有。安尼诚好啊！啊，若是即马来到看到迄个宫庙的啊，每年佫有足侪甲法国的，也是加拿大的原住民的，拢吼足丰富的。是。诚好啊！因为即马是宫庙为主嘛，所以干嘛来互阮看介绍一个？等下咱来看一个宫庙艺术。这其实吼，若是大家来，我拢会介绍的。你头前有两只石狮吼，对只公的，对只母的。母的就是这样。啊，是对啦。看得出来啊，介明显。对，介明显。公的，伊毋知对公借一个假花啊，真花我嘛毋知。借一堆花要甲求婚嘛，吼。啊，所以即个母的吼，会使啊吼，
爱食假细日，咧假仙，即摆个头个害过吼，伫假仙，但是呢，心肝内佫会痒吼，所以伊伫遐咧飞痒。其实心肝内足爱的，但是爱小可假仙一下，爱假伤久，即摆伊个足大声甲喊：你有爱我无？你有爱我无？所以即个一般咱看到石狮，拢是足严肃的，踩伫迄庙的头前。但是即摆石狮吼，无爱顾庙伫遐咧谈恋爱，咧谈恋爱，所以即个画面个足趣味。即摆两个门神，佮徛咧后壁咧等。啥无头？无头哦，门神就是咱啦，咱拢做电灯泡嘛。拢是见证，但是都见而不正啦，即种用足严肃的题材来做一个现代人的即个讲谈恋爱的即种画面，所以足趣味的。即个四北的大张的图是咱台南的艺术家廖庆忠先生的《风调雨顺》一般咱的门神拢画咧迄木板的顶悬，木板咱就爱用较油漆即种来漆，所以画起来的情况呢会较定淡薄啊。但是这是画伫纸面上，所以咱会看伊咧画时呢笔足细腻的，画甲内底的线条足细条，佫画了佫足好势，看起来就非常优柔的。伊的面会当画甲若像咧活的人安尼一般门神的表情拢较死淡薄啊，严肃较差啦但是即四个门神呢，有一个在笑的，佫有一个在顺伊的动物顺甲足欢喜，心内安尼要足爽的感觉拢会当表现出来。咱即个佛像是咱今年人间国宝木雕的作者陈启春先生的作品，你看伊的面若像即个活人安尼，一般咱的佛像的面拢较严肃啦，袂讲像安尼的活人的上去刻，爱上一种彩色红色啦，还是啥物乌色啦，但是伊这保留木材的原色除了即个以外呢，咱会当看伊的坐垫一般咱的神明拢坐咧椅仔遐，但是遮呢有坐垫，为什么要坐呢？因讲神明即坐一坐拢坐咧几若百担，尻川嘛会疼，所以互伊一个尻川嘛会疼，所以互伊一个垫仔，互伊坐坐了较久啦，较在。即个坐垫看起来真软的其实嘛是木材嘛。那是木材，所以这个陈先做了这个坐垫以后，大家拢心明讲托梦讲有哪要坐坐垫。花馆长非常感谢来邀请阮拜访这个台南的美术馆。我足欢喜呢。你是我看过上会讲台语的外国人。敢是安尼？是。好观众朋友，你若感觉爱用台语对你有帮助，请甲我斗相共绍，就是爱会记得伫下骹迄边是赞电话佫有爱试迄个铃后，再去点 notifications 我新的影片出来的时阵，感谢努力，感谢。